大家好，今次為大家介紹英文諺語 proverb， 係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， 打鐵趁熱。首先拆開解釋 ，strike 串法 strike 依個係動詞，意思係打或者解作；擊 while 串法 while 依個係連詞，意思係當 the iron 串法 the 同埋 iro 係名詞短語，指鐵 is 串法 is 係動詞，表示狀態。hot 串法 hot 依個係形容詞，意思係熱。這句諺語的字面意思係當鐵熱的時候打擊，比喻在機會來臨時要抓住時機，及時行動，亦即係打鐵趁熱的意思。以上內容由賽馬會無障醫學計劃編輯小組公稿，於熱線通告內播出。